口罩哦，拢非常的乐观，特别笑，特别笑。怎讲？人来讲办丧事吼。厝内底有人走去吼，啊，像足伤心、足艰苦的安尼。是一定的啊。一定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迄有的人也是拢翁走去啊吼，迄无一定会足艰苦、死人的。对，你敢是咧讲蔡连记啊？阿母啊，你嘛小可假一个。系啊。你们这来讲伊哦。我哪知你要讲迄全台湾死人上界痛落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阮爸丧事办了吼，伊就讲行，来去泡温泉。对，所以讲人讲一般来讲，比如讲啦，死翁啦，吼，还是安怎，拢会安尼足可怜，有诶，甲对年，甲无都行出来。阮母也一下晡就行出来。全球第七。我介绍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全球技星陈明熙。我是蔡连记啊，因老母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口罩的头前啊，我就是全球巨星的阿兄伟伟。阿伟啊！哎呦，恁好诶，全球第七这个名，真正无咧谦虚的吼。哎呀，当然咯，当然咯，因为我是这个全小琉球上界红、上界晓的这个歌星，所以我做全球技星。哦，啊，你看买啊咧。今日真侪支持者拢来啊。你是上红无唔对，但是小李去嘛，跟我一个青的啊，对无？好好歹歹，我嘛是歌星啊。我是技星，还是老西青。先讲下啦，那一定讲嘿啦。今日唔是有好消息要甲大家分享。全球技星出这个个人的台语的专辑咯。真厉害！你甲看嘛，这个造型，吼，开出侪钱的。开足侪钱嘿，这国际的这大师吼，来甲我打造的安尼啦。哦。啊，但是吼来我内底歌吼就好听的哦。啊，嘛有迄种哦，你身躯边啊少年足多吼。内底我有一首歌叫做《风少年》，而且呢，我阁邀请这个全台湾上高美人的可丽姐啊，来向我合唱。伊内底吼，甲迄少年哦，骂到伊念伊就走啊。哦，你这条歌你若听了，你的身躯边绝对拢无少年来甲伊陷害，互你一片风顺呐。破下吹落哦，全球第七。哎，蔡连记啊，蔡连记啊，啊，两个后生拢遐尼爱唱歌，是毋自细汉就开始唱麦鼓啊？因吼大汉的拢对我 KTV 咧唱，是细汉的拢叫伊唱，拢唔唱。到高中我才发现伊会唱，较慢一点嘛。较慢一点伊若国小会晓唱哦，我就互伊练歌。哦，你莫即摆我红啊，较咧讲即种话呢。真的，伊是梦想哦。国语的真有够像我做囡仔10几岁咧唱。啊，迄个阮英哥哥吼，台语也是真正唱得足好，做囡仔就拢会唱。这你有听这重点无？明显吼，国语的唱了真好，胜我。啊，大兄吼，台语唱了真好，嘛胜我。啊，好的拢胜伊个啦。对，胜伊就对啊。无唔对啊，恁两个都是妈妈生啊。对啊。哎，我感谢妈妈啦。哦，这个爱感谢。无啦，伫妈妈的间内哦，家己后生一定是上重在的。是。对啊对啊，我嘛安尼想。伊个话会当安尼互相吐槽，是毋是感情就好诶？非常之好，感情真好，非常之好。规口罩哦，拢非常的乐观，特别笑，特别笑。怎讲？人来讲办丧事吼，厝内底有人走去吼，啊，像足伤心、足艰苦的安尼。是一定的啊。一定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迄有的人也是拢翁走去啊吼，迄无一定会足艰苦、死人的。对。你敢是咧讲蔡连记啊？阿母啊，你嘛小可假一个。系啊。我哪知伊哦？我哪知你要讲迄全台湾死人上界痛落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阮爸丧事办了吼，伊就讲行，来去泡温泉。对，所以讲人讲一般来讲，比如讲啦，死翁啦，吼，还是安怎，拢会安尼足可怜，有诶，甲对年，甲无都行出来。阮母也一下晡就行出来。蔡连记啊，是安怎啊？因为吼，阮先生破病半年外啦，啊，植物人啊，啊，阮已经面对种生死疲劳这种过程啊，啊，所以拢爱我甲这两个囡仔讲，因爸爸已经植物人啊，根本就无法度救好。咱得爱放下，互伊较早去的。咱伫恁世间的人，嘛爱过了快乐，爱甲佮继续落去，生活才会当过，日子才会当过。系啊，毋好甲逐工哭啼啼。快乐啊，一天哭啊，是一天安过去，快乐一天。而且头前发生代志的时阵，应该已经哭到无目屎啊。伊嘛无拢无哭。哎，我看你安尼伫咧节目上甲妈妈讲话方式哦，恁
平常时是不是嘛是安尼？安尼足快乐的啦，笑话啦。啊，阮有当时吼，我嘛会甲伊骗啊。该骗。阮母啊较早哩咧三温暖上班的时阵，半暝我就加迄人咧电信公司咧给你纳钱的迄个。你好，这是中华电信所开电话，你6月份的电话钱，搁有54325块，也袂纳。请你伫中华电信专线各服务窗口，或者是7-Eleven专家来付 OK 便利商店来纳钱，感谢你合作。你姐，你敢有相信？我伊随敲电话给我，伊随敲电话我，当哪明显啊？啊，我一个月我也无敲0204奈，电话钱5万几块啊！所以欢迎全国的朋友来跟老母骗财骗色。好啦，咱今日要选的幸福的是啥？咱做伙来看一下。进辛苦的汤啊！有够实用的啦。是安怎是这个礼物？因为阮阿母吼，以前伫即个三温暖咧上班的啦。哦。啊，所以吼，伊足爱泡温泉。伊若招阮出去佚佗吼，无别个所在，就是讲紧来行来泡温泉，紧来，甲我泡到6倍上好，安尼啦。好啦，那你今日就要较拍拼哦。没问题。来，马上来进行两卡一步卡。徛伫咧武士球顶悬，卡千拖，拢总有10卡千拖，3卡落伫指定范围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10卡千拖，恁3个人要怎分配？第一棒我先来好啊。第一棒，你头一棒，啊，第二棒啊，你呢？要几卡？我3卡好啊啦。 3卡4卡，第4卡。你遐有妈啊4卡。哎呀，伊卡感真好咧，你要看伊卡感，你看伊卡咧短短啊吼，练习的时阵伊卡感偌好，比我较好呢。咱呢一定要来做伙看练习的 VCR。哦，终于对啊。哦，去车子啊，你哪过来啦？哎呦，啊那咱无看到钱拖啦，你唔去你家吗？走对伊啊啦。无半箱嘞。哎，惊死啊！是中意啦。原说就10头哦。房间看卖，紧来，来房间看。哦。规内底超了，无大项拢伫的，敢若这拖鞋。是无呢？看迄钱拖是安那连下颈啊，规内底找透透，逐项物件拢原在，敢若这拖鞋完全拢无了，这是什么情形？这什么种情形？啊，有人猜咱讲摕拖鞋，这有病吗？这有病吗？哎呀喂！通来好哎。拖鞋通来。这是咧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这是啥？圣诞老公公哦。圣诞老公公哦。啊，安鸟诶，规内底 L 你刻的哦。啊，查哪了掉就是这个。啊，我无时间跟你解说啦，一张啦，恁家己看啦。两卡是一部卡。啊，这是什么情形？要解说一下。较边啊，遐还有2箱，遐个箱来。来练啊！啊，原来收这堆钱拖就是要做踢钱拖的游戏。比赛偌重要诶。哎呦！啊，你示范一个我看卖。我试看卖。什么个卡就是随便用啦。点啊！啊，收到了！啊，要3、2、1。哎 ，Come on！ 我伫顶管啊啦！啊，无你看这看卖。用这？不鸡巴你也太袂入去哦。哦，无啦，收诶，安来外口讲。好啦，起来练习啦！哦，好啊，紧来练啊！哎，我伫厝诶练，拢也无半箱有成功诶啦。你母啊，几组共搬出来，什么情形？我搬来遮练哦，遮练可能人诶空气较好啦。哦，啊场地嘛较大啦。伊这个话拢无讲个，是那什么情形？伊即马做主席。我讲伊即马吼势在必得啦，嘿，这奖金伊若无摕到手就对了，伊无胜利，鼓励吼，咱试看嘛，即马有离遐近，像试一届较近诶啦。离遐近。Yes，come on！各位啊，我当初踢这个拖鞋过程当中，就怎讲？第一个我踢成功对无？哦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结束。各位，这有难度咧，这要如何是好啦？以卡以外啦，运气最重要。运气最重要。我们明天的比赛呢，咱就要势在必得。一定会赢啦！加油！哎呀，
无乖无成功，第一练习的时阵嘛，一直给妈妈创治啊，根本就无认真的练阮足习。拍拼呢，阮拍拼对练习对出日头练到要落雨，你知影无？嘿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今仔日敢有信心，甲幸好咧炸转去厝的信心。信心。哎，就差点进步，有信心吗你？哇！哎，敢有信心，甲幸好咧炸转去厝的信心。哇！来，全球第7，请就位。两脚一步踏，请开始。喂啊，加油啊！你也当打到来啊！这无限时间的吼。对对对，心跳好在。挑战，哎，钱来啊！别我，差点嘛，差点嘛。差点嘛！哦妈你，黑米红。来，我这卡感上好诶。差点啊！你考稳哦。哎呦，卡感真好。哎，哦，小红的呢。今仔日的便当袂歹，食饱啦。食饱，食伤饱。哎，食伤饱。真厉害，真厉害！我只要两卡就过关啊！哎呀，上大啦！哇，来，这卡上大啦！蔡妍姐啊，到哇，紧张啦！是啊，惊袂知啦。最后3个机会，看你啊！哎呦，哎，我，你看这，你大家感觉你就爱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绝对无咧做效果。哦，这真正有够害呢。来哦！别我，来哦！先来一个，来啊！行，我伤过大啦。来，最后一个。搁一个机会。较紧的，莫管。差一点嘛，失败啊！我是感觉阮阿兄即摆使先叫起车上空机啊！哦，来第2位啊，你要几卡？安怎红四会？卡给你啦，我4四卡给你啦。四卡而已，你确定？啊，因为伊无半卡啊。我两个一卡。你给他主 Q，妈妈相信你嘛。搁加油一摆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请就位，两卡一步踏，全球第7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会当开始啊，蔡妍姐啊！真可惜来。来1、2、3。会使回电来袂？歹势伊卡住啦。嘿，第2人玩好无？第2赢。够你一届机会啊！这个无算。伤大啦！扣你啊！咱互阿伟一个破车。哎，手袂晓滑。好车主破山魔山吼，其他边啊全部交到来，1、2、3。我无恁开开会啊，拢卖算1、2、3好啊！哎，只要画1、2、3就会当差呢。出代志。我试看卖，一个卖画看卖。来，卖画就成功啊！有较接近嘛？3、2、1。阿贤，我即马系啊，全部压力拢伫咧阿贤的身躯顶啊！加油姐！来，我剩即卡的机会啦哈。对。啊，其实嘛免踢你遐呀，就踢你遐就好。没事啦。你大概一边去，阿姨搁想要甲你炸倒去厝的呢。无啦，因为徛在迄顶面吼，真正无好徛。哦，真正做歹徛，真的。好啦，来，刷来着啊，观众朋友要挑战。来，观众朋友有5卡机会，有一卡那伫指定范围着过关，会当摕红包。敢有人想要试看麦？1、2、3，来，这位姐姐，哦，真好用哦。大家好，儿子啊，我上电视啊呢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木龟啊啦。无过啊！梦想若行啊倒，我就爬啊倒。哇！啊，即摆吼，10个吼，要去新加坡。
哎呀，就甘心的吼。对对对。来来，你敢有把握会当成功？有1000块的红包哦。有哦，有哦吼。大家给我加油！软卡一步踏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呀！来，哎呀！天哪！嘿，较大力的，啊，毋过足低的。哎，你看，大家看到未？嘿，袂当花1、2、3，爱徛起来加油的，加油！无过加油哦！来，继续。哦，哇！歪去啊啦！哦，卡叔讲你最后一卡成功，你唔拿够1000块红包，哦，梦想搁甲你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有成功就抱抱哟！跳，哎，加油！嘿，加油无过，加油哦！哦，加油啊！哎。无过，来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无稀罕这1000块？你只是想要梦想甲你烂一个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最后就过关了嘛。你做咩无法早讲的？都怪我。我拢无法早讲，拢袂过了。所以你尾也甲我讲这条件，我就甲拼落去啊。观众朋友，好，加油！